憔悴，叫咩过无偏嘅啊？父亲，你真嘅梦偏，这边王爷，给大夫给来了呀哈！快请佢送来，有请大夫。拜见王爷千岁。罢了。罢了啊！哦，哎呀，黑娘娘啊，千岁嘅邮票啊！原来黑娘娘千岁邮票啊！太小姨啊，让娘娘千岁长嘛！莫想姐姐啊！我俩边啊，要缝入两条线，像你啊，踏在啊，娘娘千岁风俗的马上，作风优良，千万记得哈，作风优良啊，记得。抢！先生啊，你老啊娘娘千岁，起来看平听爱谨慎小心，总得乱下听论的嘛。请王爷千岁放心，个啊，唔好讲迄老娘娘千岁看平哦，就迄老平民百姓看平啊。个小姨爱呀，也会用尽努力，费尽心机，哪怕浑身脆骨啊，也要为平人出力啦。先生啊，娘娘千岁，佢嘅平人，你必定会看得准，切莫乱下评论啊！不用王爷千岁吩咐啊！小姨爱呀，此生这输了时间，这时间啊，要三思而听，这时候啊，要三思而听。我是个金玉良言啊，到今啊还刻苦铭心么？费事啊，小姨啊，在王爷千岁面前夸口哦，
cái ngài đó một đôn hê太平黑小平黑重平黑强平黑先生啊，先生，哎呀，你听啰嗦嘞，可以用看片去吧。哦，先生啊，用得嘅乜嘅片？四下回下，四强回强啊！我嘞，用千岁呀，给莫失枪嘛！哎呦，枪，像龙呀，安尼送班后事啊！哎呀，先生啊，先生啊，哎呀，你啊，哎呀，父亲，你。哎呀，唔错啊！方才嘅先生竟然托我哋嘅片，四下为下，四强为强，一下输气，一下又发烧啊！哎呀，宝贝，佢啊，强黑过头啊！哎呀，一定系控在神足下，佢就总小义嘅强黑到，好，但是变过神松。回事，佢还闹，佢还笑，那个四下飞下，四强飞强啊！太傅寺内初见客，今天一米此多见，总有妙笔千万件，难妙剃头林落线。难妙你，粉面寒春露小桥，秋袍带英雄殿，下古有愁命运连，待你有一同心弦。生意如恩出国，哎呀，我是疯起起来呀！哎呀，生意，我一次我得送喜呢。娘娘，小姐，你敢的？我的相思自苦呢。给你撇庭前杨柳，因你有一家山丘。我千遍苦将情求，你负谁里是逍遥？讲爱派书神咯，无
般无奈，对谁讲？强了相思秋意浓，强了相思秋意浓。相公啊，相公啊！快起来，快起来！你们娘娘死体！哈？你讲乜解？姨母娘娘死咧！哎呀，你妈娘亲呐！哎呀，哎呀，相公，你们娘娘好忙死！啊！姨母娘娘迄下忙死，不过偏得真厉害。记得用我弟呀，我不会挂给凤凤啊！凤凰送什么解？本门我是配唔出来，不过人家讲嘅啊，我还记得一丝丝咧。跟人家讲乜解？快快老爱讲啊！相公唐老。有样啊！真经嘅啊！我要挂给凤凤，岂会讲法山？你莫骗爱，你莫骗爱！哎呀，真是太好了啊！爱了难看相思情，地球灵丹难移心，夫死一见心相依，同乡相恋难平息，从源头在临来兮灵必归快随我去插播。啊，去插播！诶，你喺用版的啊？哎呦，相公啊，我上一摆跌败一支脚，还蛮好呢。哦，你老爱看书书房看书，你老爱买身太傅的衣帽，你想苏气苏灰呀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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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听书，你去老爱买套太傅的衣帽衣裳，转来。哈，此穷花了9里风，老夫弟呀太不风啊！我的有평我一坤，都恨本梦
得五里，还得五里平一头。王爷，王爷，本王爷查帮人来嘞。哦，真嘅嘅，快快有枪啊！晓得，有枪查帮人。王爷才说小儿有礼。啊，先生，小李一碰枪错。哎，与王爷才是哪有小儿的错位呢？哎呀，先生，为到娘娘前来看病，岂有不错之理呀？一次小儿放肆了。枪。请问先生，尊享太命，小儿想起命进家，喜进家。不知先生是哪一位的名义所传的呀？小儿乃是家传，我已经是提旧胎了。唐德先生，你个口音，我亲像本地人啊。啊，小儿乃是他乡行义而来呀。旧胎行义之里面，同小顺义来本创意，打马背马用满山有丹安乡亲，终于来到见那都天，稳定样样要强情。故说海胆来探访，因为王爷来跑路啊。先夫行义数年，苗书挥春哪有年？最是万声夸海口。今日花托必本店，非是万声夸海口。今日花托必本店。哈哈哈！先生，同样能一得我哋嘅病，本番必听半年再朝归赶。哎，王爷，小儿非是为到求赶而来呀。啊，嘅你为何而来嘅呀？只要娘娘风体安康，我愿意着了。哎呀，先生真是情过啊！大言才，一先生配了酒前来接风。晓得，哎，且慢，王爷，你酒人呢做得再难，你票可不能耽误啊！哎呀，先生，过年啊，系旧台祖宗所传嘅名义，真是令人敬佩啊！王爷，你係我随身同意，快参见王爷。参见王爷。罢了，家言才带几个同理去用船。晓得，幼莲，见过王爷。幼莲去见过许先生。晓得，见过许先生。幼莲，你叫去禀告娘娘，讲爱即刻去潘先生同去看病啊！晓得。先生，抢！王爷同意，嘿，你当奉陪啊！有了王爷咯。先生，抢！天子啊，娘啊，他红啊，红啊，红香啊，皮，有子啊，啊。
上，前面就会强了咯。凤爷，稍等片刻，等小儿拖下桥诶。哎呀，先生啊，你脱晓诶做嘛个呀？凤爷用兵，用用千岁邮票，做桥等了，脚步沉重，向外天堂流拜，向通用用嘅风天，用以来马条将会失手，估计我脱桥等了啊！只是给脱晓等了，不烦啊，看你一心不安呐。为了用用千岁，何足挂齿呢？给先生抢。王爷且慢，先生有何事情呢？王爷有先见之明，何用小儿讲的呀？哎呀，不烦，一时想唔到，请先生明讲啊。恐惊冒犯，不妨啊！给王爷你就送给先生，向爱不烦，脱晓等了么？刚有时王爷嘅赶题嘛。不瞒先生讲，不烦啊，脱晓啊，就唔会行路啊。哎呀，你嘅小兒愛弟呀，有唔過做曉等呢？嘅呀，就以一年等了去，我呀前面前头来去，实验前来伺候啊。这我一年見了，敢做得da？阿娘有乜嘅做唔得嘅呀？哎呀，很係搶鳳呀，一同上了的好啊！先生，搶！含起搶鳳呀，一同上了啊！先生，搶啊！送鳳呀！咩話？